叫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催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流。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极光，无情地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珍惜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祈祷明天会更好。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那看那昨日的忧伤，带着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人世沾满了灰，让久违不成的泪水浸润了你的面容。藏住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珍惜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轻轻叫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一直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呼唤处处的音响，出征的生命乐章。藏住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珍惜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明天献出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精唔精彩？好唔好睇？多謝晒大家。我係嚟自香港衛靈嘅佘潤森 Sam， 亦都係呢次巡演嘅監製兼總導演。
今次我哋巡演喺廣州站能夠成功演出呢，首先我哋要多謝南方劇院、廣東南方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用優惠嘅價錢借出呢個咁靚嘅場地俾我哋可以上演今晚嘅演出，多謝佢哋。另外我要特別多謝慧玲嘅創辦人孟慧娜女士對我哋嘅團隊嘅信任同埋支持。仲有一個喺遠在他方嘅許老師，多謝你嘅默默支持。我知道你祈求上天保佑我哋呢個演出得以順利咁樣去進行。喺2023年中，我哋已經係提議重啟呢個慧玲嘅巡演。到2024年，我哋提出要製作一場由我哋呢一班學員同埋咁專業嘅演員呢同台演出。喺嗰陣時，好多人同我講不可能，理由係啲學員做唔到啦，因為佢哋唔可以做咁專業嘅要求，又或者呢班咁專業嘅演員，佢根本就唔會睬我哋。但係今日喺呢個舞台上邊，我哋證明咗不可能嘅嘢都可能，係咪？所以我要借助你哋嘅掌聲去多謝我以下呢一班幫我哋製作出咁精彩演出嘅團隊。首先係慧玲工作室嘅卓葉青、李路遙同埋陳麗君老師，廣州德米文化、廣州奇悅傳媒、聲動四方樂團，特別鳴謝陳露莎小姐同埋廣州庭曼樂團、The Sevens Music Studio、Blue Play、漾氣工作室、百世思、大魔王街舞、新力量街舞、花花妝造工作室、海珠區文化館街舞 Springlock 同埋趙家老師、Hollow at Tipsy Time、樂動心弦提琴工作室同埋丹尼老師、PBF 創意演藝團、US 聯邦街牌贊助嘅演出服裝。仲有係琉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我哋所有工作人員嘅餐飲。喺呢度我亦都要特別多謝我哋呢班導演組嘅兄弟姊妹，包括我哋平面設計嘅 Seven、多媒體嘅阿琪、VJ 老師峰哥、台詞指導劇本嘅輝哥同埋皮哥，我哋嘅舞蹈總監阿 D、阿 Yan、排舞老師夢夢、阿傑同埋小白，仲有製作咁靚嘅音樂嘅我哋嘅音樂總監 Tim Sir， 我哋嘅舞台總監小狼，執行導演阿平，好多謝你哋喺呢個幾兩個月，好用你哋嘅愛心同埋耐心去同我哋呢一班學員去排練。我知道你哋好辛苦，工作難度亦都好高。因為喺裏邊，我睇到你哋好開心，好有滿足感，真係好感激同埋好多謝你哋。當然唔少得嘅，我係要特別多謝今晚異象幫我哋參加演出嘅咁多位嘉賓，包括我哋慧玲嘅職員 Winnie、阿 May 同埋路遙老師，仲有頭先喺脫口 show 嗰兩位美女秋玲同埋 Suki 老師。有我哋嘅大家姐 Lily 姐何麗燕，仲有非遺絕技我哋嘅何偉基可伯，青春美麗前途無可限量嘅蔡東儀，我相信佢好快脆就會喺我哋嘅中國好聲音出現。來自中國台灣嘅鋼琴王子高志豪先生，仲有喺我中間呢位就係嚟自馬來西亞，正係參加緊 TVB 第4季嘅中年好聲音比賽。其實佢係百忙中抽空上嚟，佢馬上今晚就要趕返香港參加 TVB 嘅錄影。多謝你游淑晴，淑晴喺呢度恭喜你，祝你旗開得勝。係你哋讓呢一班學員可以站喺呢個舞台，同你哋一齊咁專業咁演出。係你哋俾呢班學員，佢哋嘅父母、佢哋嘅家人同埋朋友感受到呢一份喜悅、光榮
同埋呢一份嘅驕傲。要特別多謝所有贊助同埋支持嘅單位，仲有一班大金額同埋真係用緊唔同金額真金白銀咁贊助我哋呢次巡演嘅恩人，仲有我哋出邊負責嘉年華會好辛苦嘅所有工作人員，特別係嚟自香港慧靈嘅各位董事同埋同事，同埋今日在場嘅所有志願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最後，我真係要多謝你哋在座咁多位觀眾，係你哋讓我哋呢個表演得以延續，係你哋讓我哋呢個夢想可以開花。希望好快脆，我哋會喺下一站嘅巡演地點，好大可能就會喺香港同大家再見面，到時不見不散。多謝各位。